请继续来看年底台北市长的选举，国民党的蒋万安第一届来扮演着家母带头的角色，甲国民党籍的市议员参选人做伙来翕相。民进党想要来参选的林佳龙是以政见来拼关键，推出结婚组织家庭补助20万的成家基金，要来解决着少子化甲人口老化的问题。也毋过去有副市长黄珊珊甲吐槽，讲这个薪水若伤低，就算补助搁较侪，嘛袂想要生囡仔。手牵条条，家母蒋万安总算发功啊！带国民党籍市议员参选人做翕形象相片。我们就是台北队，年底就是打一场团体战。由于争取民进党提名的林佳龙，点点公布伊的台北愿景生养照顾篇，为了解决人口老化、少子化加脱北问题，林佳龙提出20万成家基金的补助计划。伫台北市入籍2年来新婚伴侣结婚，每一对就提供12万的基金；5年来生头一胎提供4万，第二胎佮提供4万，安尼敢有效？给他再多的钱，其实他的薪水还是2万块、3万块，他还是不会生孩子。这当然，林佳龙部长他要对外说明清楚相关的裁员政策细部的规划，未来的可行性。蒋万安对林佳龙的政见无啥兴趣，因为伊的家乡的是有行政资源。支持者是港怪黄珊珊，那也已经发动要将这个黄珊珊拍做绿营助手。蓝的拼命说我是绿的，绿的拼命说我是蓝的，那就表示我们可能真的已经超越了蓝绿哈，就是一定是我做对了什么事吧。选举这件代志无模糊的空间，不是朋友就是敌人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